世間很多思想是家要痛苦，要逼迫，要半人欠，要半人人，要半人欺負，上下要逼迫。嗱，隆重熱切一都係xã會呢一度熱天，為嚟到自家嘅生活中，為嚟到自家嘅生命中。嗱，但係一個聖經講自家，在呢個約翰福音16:33節，按樣人講到。耶穌講隆重愛講義的，為了你得到平安，得到心中有甜。耶穌講咩呢？已經一個世間呢個痛苦、欺負、逼迫，隆重愛打贏了，加入一個希望，上帝打贏了。所以一個聖經講自家啲，一個心病強烈，所以自家相信上帝，依靠上帝。佢本是新嘅力量，自家嘅心得到強，心得到強嚟講，自家心中你哋平安，心中你哋快樂，心中平靜，自家得到健康，得到健康，自家得到快樂，面有笑容。阿門。